千年帝都一眼萬年，企喺城牆下摸到漢唐嘅風，行入街巷食盡人間煙火，西安等你相逢。係講翻正經嘢先，唔好意思啊。今次咧由我食玩女王林秀儀帶你遊走西安。Go！ 開嗱，兵馬俑我哋聽就聽得多啦，人生係咪一定要親眼睇一次呢？我而家入去睇完之後話俾你哋知。呢個就係1號坑，嗰邊就係2號坑，我哋而家去1號先。哇，好多真人啊！哇，真係好震撼啊！1號坑已經發掘咗超過6000件嘅兵馬俑同埋戰車，佢哋排列得整整齊齊，真係好有氣勢。嗱，呢度長230米，闊62米，總面積大約14260平方米，係3個坑裏面最大嘅一個。而呢個位呢，就係1974年嗰陣當地農民打井嘅時候發現兵馬俑嘅位置啦。參觀兵馬俑最佳嘅路線就係1號坑，再睇3號坑，再睇2號坑。3號坑係1976年嘅時候俾人發現嘅，面積大約520平方米，規模最細，但係佢嘅地位關鍵啊，被認為係軍隊嘅指揮中心，大多數都係軍官嚟㗎。最後就嚟到2號坑啦，2號坑面積大約6000平方米，係咁多個坑裏面內容最豐富、兵種最齊全、編制最複雜嘅軍陣。睇晒3個坑之後，記得入埋文物陳列廳，入面展示咗好多唔同嘅兵馬俑文物。兵馬俑出土嘅時候，原本係帶有鮮豔彩繪，接觸空氣之後，幾分鐘內就會氧化脫落成土黃色，所以保養嘅工作一啲都唔容易啊！唔講你唔知啊，兵馬俑只係發掘咗大約1/3，而家主要係採取邊發掘邊保護邊展示嘅方式進行。當一支地下軍隊穿越2000年之後喺你面前出現嗰種壓迫感呢，係你無論喺相片啦定係影片入邊呢，你都係體會唔到嘅。所以超級建議大家一定要過嚟親身感受下。但係着唔着呢套衫呢，就見仁見智啦。咁喺現場呢，就冇見到任何人着呢套衫嘅，除咗我之外。睇完兵馬俑，帶你哋嚟到華山。好啦，坐咗個滑道上山先。然後再坐索道，索道係咩呢？其實就係纜車。好啦，見到呢個景真係哇不得之了啊！唔好以為纜車一程到頂啊，落咗車之後仲要行噶。華山一共有5個峰，5個峰都各有特色。喺我後邊嘅呢就係西峰，喺我前面嘅呢就係南峰啦。同埋呢山上面呢有好多道觀啦，同埋摩崖石刻嘅，所以每行一步呢都好似同千年歷史擦身而過咁啊！好，唔講咁多住，攻咗西峰先。哇！一路行一路望住個咁靚嘅景，真係爽啊！呢度呢就係過程中最艱難嘅一個部分啦，要爬山啊！不過呢，我哋用咗半個鐘多啲呢，就上到嚟西峰啦。呢度就係西峰，2086.6米。華山除咗要嚟朝聖《射雕英雄傳》入面嘅華山論劍之外呢，其實呢，佢仲係中國5岳之中呢最險峻嘅一座啊，古稱西岳啊。而我而家呢，就身處華山嘅西峰蓮花峰啊，就係呢俾大家統稱為呢度風景係最靚、景色最正嘅地方啊！大家睇下。征服完個西峰，食條香腸先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喺呢度補充完體力之後呢，就出發去南峰。嗱，我哋咧9點半去到遊客中心啦，跟住之後而家係1:05，我哋去完嗰個西峰之後咧，再上到嚟華山最高峰南峰啦，用咗3個半鐘，係有啲攰嘅，但係咧其實係行到嘅，好多小朋友啊、老人家啊，佢哋都一齊上嚟呢個華山度。我上到嚟之後望翻落去嘅風景，就知道係好值得㗎。你睇下幾多人而家，幾多人上晒嚟，畫面係呈現唔到我哋現場睇嗰種感覺㗎，一定要自己上嚟。好啦，由於時間嘅關係咧，絕對唔係我體力嘅問題啊吓！我哋已經行完，然之後搭翻索道落翻山啦。行咗西峰同南峰咧，究竟有幾多層樓咧？電話咧就顯示係66層嘅，唔怪之咁攰啦。希望我下次嚟嘅時候可以一次過行晒成個華山5個峰，下次同華哥一齊嚟行。華哥約定你挑戰華山 ，OK？ 感受完華山嘅仙氣，帶大家去黃河嘅心臟湖口瀑布。湖口瀑布位於陝西同山西嘅交界，所以兩邊都有遊客中心俾我哋參觀嘅。千里黃河一湖收，你企喺岸邊咧，就瞬間明白呢一句點解啦。點解呢度叫做湖口瀑布呢？其實就係因為咧呢度500幾米闊嘅洪流突然之間
俾兩岸夾雜咗，形成咗上闊下窄，即係好似水壺口咁樣啊！所以呢度咧就叫做湖口瀑布啦。喺湖口瀑布咧，如果當日係大風嘅話咧，係有機會俾我哋大地之母咧幫手洗面嘅。哇！你睇下洗緊啦，同埋一定要親歷其境，感受下嗰個震撼澎湃嗰個感覺啊！嚟啦，沖下涼啦！去完郊區，帶大家入城睇西安城牆。我哋今日見到呢個咁宏偉嘅城牆呢，其實佢主體咧係喺明代嘅建築嚟嘅，但係咧又可以追溯到去隋唐時期嘅喎，所以你哋而家睇緊係中國現存規模最大、保存得最完整嘅古代城門建築之一——西安城牆。城牆高12米，頂寬12至14米，護城河寬18米啊！加埋其他嘅結構，就完成咗呢個強大嘅防禦系統啦。城牆咧分咗4座主門同埋18座城門啊，而我身處嘅呢度就係北門啦。我想話俾大家聽啊，呢度咧好大噶，你睇下前面一望無際啊，你見到都唔想行噶啦。踩單車啦 ，OK？ 食得好，玩得好，住得好，食玩假期。踩咗2日，我哋終於成功由北門踩到嚟阿 Simon 啦，西門啊！大家如果想去旅行咧，之餘啊鍛鍊下身體咧，不妨嚟到西安城牆呢度踩下單車嘅。睇完城牆啊，帶大家去睇一個必到嘅雙胞胎打卡位。喺我身後咧就係鐘樓啦，係明代嘅建築嚟嘅，建於1384年啦。咁古代嘅時候咧就用嚟喺清晨嗰陣敲鐘，咁就開城門噶啦。而距離鐘樓200幾米咧，就係佢個 friend 啦。呢個咧就係鼓樓啦，佢就建於咧1380年嘅，足足大過鐘樓4歲咁多啊！而佢嘅作用咧就喺古代傍晚嘅時候擊鼓，咁樣咧就關城門啦。我係咪好犀利咧？揾到個睇到晒鼓樓同埋鐘樓嘅地方，大把人都睇到喎。講翻啲正經嘢先。嗱，古代咧就合稱佢哋為晨鐘暮鼓啊，控制住全城嘅作息啊。而到今時今日咧，佢哋就成為咗西安核心景區嘅景觀點啦。嗱，周圍咧仲有好多美食啊，而且夜晚仲有燈光 show 添啊。嗱，行完鐘樓同鼓樓咧，可以順便咧落嚟鼓樓下邊咧就有條回民街啦。咁呢度咧其實有齊晒好多嘅小食嘅，你哋可以嚟掃街嘅，亦都有好多餐廳啦、茶室啦，你哋都可以咧過嚟呢度走一個圈，掃一轉街嘅。西安其實就係當年唐朝嘅首都長安，所以嚟到西安唔係唔試下佢哋嘅宮廷糖宴啊嘛。我靚唔靚啊？得啦。結合咗美食同表演嘅沉浸式享受，最熱門嘅莫過於係西安唐樂宮餃子宴、大明宮宴同埋長安12時辰糖宴。今次就等我帶你哋一齊感受下。喺呢度你可以化身唐朝貴賓，有專屬嘅宮女服侍你，仲有機會同演員一齊玩情景劇，親身試下唐代禮儀，令你視覺、聽覺、味覺全方位沉浸喺唐朝宮廷嘅氣氛入面。未食到啲蝦，食飽飯帶大家去一個越夜越精彩嘅地方。咁我哋嚟到大唐不夜城啦，我就睇下可唔可以俾我感受到唐朝嘅氣氛喺入邊。Go！ 呢度就好似唐朝嘅主題樂園咁，呢條超靚嘅步行街，樹上面都掛滿晒發光嘅唐詩，一抬頭你就會見到晒詩人李白同埋杜甫等等嘅作品。所以話大唐不夜城簡直就係還原咗長安盛世嘅夜景同埋街頭氣氛。嗱，喺我身後呢個呢，就係大雁塔啦，你睇下發晒光咁樣啦，佢正正呢，就同呢個大唐不夜城呢係黐埋一齊嘅。咁呢度呢，成件事呢，就係充斥住一個好唐朝嘅氛圍啦。咁入邊呢，有好多唔同嘅打卡點啦。就算係你冇化妝、冇整頭、冇一啲唐裝咁樣過嚟都好，你求其入一間鋪頭都有人幫你裝扮。然之後你一行過條街，已經有10幾20個攝影師可以幫你影相嘅。所以你想嚟打卡影靚相，
放心，你帶個人嚟就得㗎啦。仲有記得睇埋大雁塔音樂噴泉啊！睇住啲水柱跟住音樂跳舞，燈光一打，成個廣場變成水上宮殿咁啊！提提大家，最佳嘅觀賞位置係喺大雁塔北廣場正中位。嚟之前記得 check 清楚時間啦，霸定頭位，我就霸唔到啦，所以喺側邊睇都好靚嘅。西岸真係一個集歷史、自然、美食同現代於一身必去嘅城市，絕對值得你哋嚟深度遊啊！信我，快啲去食玩假期報名啦！